民众党针对着2026年的选举已经开始咧布局，将通过提名的办法是采取着先简单后艰难的分区的原则，就是选区有现任的议员者优先来提名，若艰难的选区就征调参选。另外，因应着郭文哲伫2024年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概念，党主席黄国昌嘛指示来成立着联合政府研究小组。外界解读，这是为着南北合作来做准备。先书评再讲。不好听，有被律师下封口令吗？面对北检控告，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刚才演一句规定了后，才个讲，只不过关于1年交保，外界关心伊敢会要紧2026，甚至2028的选举。毕竟民众党已经开始一个布局，十号中央委员会嘛通过2026年选举提名办法。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呢，去到地方上面来耕耘跟布局。那比较难的部分，当然后续就要看怎么在野之间的整合。提名时程采取先简单后难度的分区原则，有现任议员的选区优先提名，针对艰难选区无提名前的选区，中央委员会会当用征调参选。另外，地方党部主委会担任调集人，组成推荐小组，不过上少1/3的成员要由党主席推派。马克认为是要传达主席的意志。选举会里面有出现一些模糊的空间，才会经过不断的滚动的修正，能够把一些制度能够更清晰。这样的影子，从过去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。选举的时候如何联合竞选，选后如何合组联合政府。过去郭文哲总统大选期间，特别讲出联合政府的概念。如今现任主席黄国昌嘛指示政治会成立联合政府研究小组，就正朝行动要领，总统立委选举，甚至选后立法院正副院长委员会调会，行政院做各个方向，和不共政党之间拢会当互相合作。马洪解说就是敢是为着南北合作的铺路。我们也乐见民众党成立联合政府研究小组，未来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国会也会持续的合作。蓝白合应该要翻页了，不要只局限于任何的颜色。联合政府国民党争取南北合作的后一步，还有真侪变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